台中、台北等部分的县市来宣布，讲这个高端的流感疫苗未入去校园。卫福部的处长王必胜来批评，讲这是甲学童当作是政治操作的工具。像施打疫苗这样子，是一个跟民众他的这个健康还有生命安全有关的事情，应该用科学跟理性来看待它。好，我想中央政府有责任，地方政府也有责任。在总量部分比去年稍微多一点，所以施打的还算踊跃。那各厂牌的施打的状况也都差不多，都还算蛮平均的。王必胜讲，注意防下甲人民的健康有相关，应该用理性甲科学来看待。中央政府有责任，地方政府原来有责任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